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分家南分署挺少年人创业，这3年来协助350位的青年成功来创业。其中一个70多年厝的李立安自创品牌，目前伫台南已经是10间连锁茶饮店的头家了。 莫看伊遮尔少年，目前伫台南已经是10间饮料店的头家。真正伊做工课都认真学习，后来申请政府提供的微型凤凰创业贷款，有课程，阁有专业辅导。有配合政府的凤凰计划，对，之后计划有资金之后，我们周转上营运就正常了，对，之后再靠我们非常努力跟大家推广。 根据劳动力发展署分家南分署的统计，疫情期间每一年申请创业贷款平均有250位，3年来已经有350位成功创业。 可以多善用政府的资源。那除了有资金的挹注外，我们还有免费的创业课程，还有辅导顾问。业者嘛，继续研发无共口味，嘛加入用心的概念，要甲人开心抓掉咧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